印尼世尊因解脱住业第四大雪山1300罗汉，然后书智香炉及佛尘加持上师救助是加持佛法变心生。那么这里第一个就是这个因解脱罗汉啊，就是这个顶礼圣者，就是都是圣者，就是然后圣者这个那么他呢是这个居住在什么？就是冈地斯身上，就是我们现在那个恒河和印度河，就是最上去的，就是地斯身上，就是拉萨稍微上去一点都是看得到，就是冈地斯啊，就实际上是应该是很高的，就是一座这个雪山呐、就是这个雪山，以前这个米拉热巴尊者呢，就是在那里也都做的，然后这个印度的很多的这个婆罗门家呢，就是他们都认为是他们的这个圣山，然后这个很多佛教呢，就是也认为是他们的这个圣山，还有这个其他宗教的很多人呢，也认为是他们的这个圣山。其实这个跟 DC 身上呢，就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就是修行人、摄持者居住的，就是特别多的，就是那么他呢，就是居住在这个德色雪山啊，就是德色雪山。那么他的这个眷属呢，就是有1300个这个阿罗汉，就是他本身呢就是也阿罗汉，然后呢有这么多的这个阿罗汉。其实释迦牟尼佛当时呢，要求这个阿罗汉呢，就是居住在世间当中，不要涅槃，因为当时目犍连和什么这个有个别的阿罗汉呢，就是纷纷涅槃呐、就是如果佛陀就是没有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佛法呢，就是很快会这个隐没的，就是然后通过他们的这个加持和威力呢，在这个各个地方就是一直护持住、保护住我们的这个教法。那么他是这个书持这个香炉和佛尘啊，其实这个香炉和佛尘呢，就是到了第四神山的时候，什么这个非人啊、夜叉、天人啊等等，就是他们就是供养的。然后呢，就是这种这个标志呢，就是变成了他们的标志。然后这种标志呢，就是谁见到谁一念，谁去观想，就都就是清除自相续当中的这个无毒烦恼啊，就是20个睡眠烦恼等等，而且呢，让这个获得这个就清净的这个戒律的这种芬芳的相啊，还有呢，就是获得了就是真实的一些这个开悟的这种智慧等等等等等，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功德。也就是说，这个16阿罗汉当中的就是第一个尊者啊，就是因解脱的话，那就是他是居住在更第四，就是更第四身上。那么更第四身上的话呢，以前那个阿底峡尊者啊，阿底峡尊者转绕在这里的时候呢，也是就是跟这个阿罗汉呢，就是有这个交流的一些这个故事啊，就是也有一些交流的故事。那么阿底峡尊者当时。在这里的时候，本来这里呢就是有释迦牟尼佛和还有这个500个阿罗汉，就是留下来的这个石头上的一些这个教引，在他的旁边的时候，听到了一些这个母鸡的这种母嘴的这种声音。然后呢，阿底峡尊者也说是这个阿罗汉呢，就是也就是说因解脱尊者呢，是这个引请我们，然后呢就是在哪里就是用禅啊，在哪里这个修行啊，有很多。其实汉传佛教当中呢，也有很多大的就是经常见过这些阿罗汉的。也有就是特别多的故事，尤其是这个16阿罗汉的话呢，那么就是阿底峡尊者的这个故事里面是比较多的，就是有一次的是，什么阿底峡尊者呢，就是要求这个香求人前呢，他应该是在那个什么这个里面呢，就是叫做是那个遮耶巴寺，在那里的时候，就是有一次阿底峡尊者就是说，今天呢，就是我们就是有一个16位就是非常重要的客人要来，就是让他们呢要这个让那个他的一个弟子叫做香求人前，让他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饭，然后那个香求人前呢，就是说是我一个人就是怎么跟16个人做饭，我们现在经常厨房里面有些人也是这样讲。哎呀，我一个人做不完，这些人吃的很多啊，这些人吃的很多啊。我早上4点钟起来就是飘，切那个，然后就是等一会儿这个8点钟的时候全部来了，我自己的是没有吃到早饭就，有些发行人员就是也是很苦恼的，就害怕别人吃的太多了，自己没有吃到饭。当时那个香求人亲的话呢，香求人亲跟阿底峡尊者，其实在有些故事里面就是他特别听话的，但是当天呢，就是他说是那16个人要来的话呢，那我怎么一个人给他们做忙得过啦？就是那怎么办呢？就是后来就他说是一定要
能够让中东巴来就是帮我做饭，就是然后阿底峡尊者说不行，中东巴已经出去就是请这些尊者去了，就是没有时间了，你应该还是要做饭，就是后来就是他就不得不做，就是就自己就开始这个做，到了中午的时候呢，那个。这个中东吧呢，就是引请就是16位就是印度这个壮士的啊，就印度壮士的，就是这些这个尊者就是来了以后的话呢，就是他们一起这个引供啊，一起呢就是发愿呐，就是然后阿底峡尊者也是就是讲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精彩的这个故事。从此之后的话呢，那么经常呢就是阿底峡尊者的一些这个佛法的这个仪轨和行为当中的话呢，每个月的15号和30号吧，好像30号呢就是他们这些16尊者呢就是固定性的来这里这个引供啊，或者说这个祈祷啊，就是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就是这方面的这个故事呢，就是非常非常多的，在藏传佛教当中就是应该说可以说是这个家喻户晓的，就是16尊者跟阿底峡尊者的一些故事。那么阿底峡尊者呢，就是对这个尊者呢，就是有这个特殊的一些这个因缘吧。其实阿底峡尊者呢，还有他住在那个什么就是耶巴寺就是耶巴寺的时候呢，有一次也是就是来了一个老僧人就是这个老僧人的话呢，那么中东吧呢，就是对他也特别恭敬，然后呢跟他一起这个学法，就是学了很长时间。后来的话呢，就是他就突然变成了一个年轻的这个僧人，然后跟他们一起修学呢，就是1、2年了。就过了以后的话呢，就是消失了。就过了以后消失，其他的僧众呢怀疑说是那个和尚就是跑到哪里去了，就是好像刚开始来的时候那个人很老的，然后就后来呢就变成一个年轻的，就是这个到底是这个怎么回事啊？后来阿底峡尊者呢就是说是这是这个因解脱尊者，就是他现在呢就是返回到就是刚德寺去了就是刚德寺去了。后来阿底峡尊者有时在捏汤的时候阿底峡尊者捏汤子，昨天时间关系我就没有讲，就是那个因解脱尊者的其他这个故事。然后阿底峡尊者在捏汤的时候呢，就是有一次呢，就是也来了一个这个好像这个印度的这种这个圣人，就是然后印度的圣人呢，跟阿底峡尊者呢，就是他们两个用梵语来沟通就梵语来就是就说法，就很长时间。后来呢，就是有这个消失了。消失的时候，这些眷属们，包括中东吧，就是等等，就是说，就是他在去哪里的时候呢，就是他去就冈德寺去了就是去冈德寺。所以我们以后有机会的话呢，去这个冈德寺就是就德寺深山，就是就德寺大雪山，到哪里去的话呢，应该是肯定能见得到因解脱尊者就是因解脱这个尊者，就是但是这个。听说这那边呢就是尼泊尔的，然后这边是这个是中国这边的，就是所以说也有这个就是这个中国的边防军也有尼泊尔的，就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原来那个学院的一个干部，不是他呀就没有这个护照，就是然后从这里转身上，就是然后就是准备跑到印度去，结果呢就是他自己在讲嘛，就是法王好像在课堂上也说，就有个叫丘布坎布，然后他就转这个冈德寺。一般转冈德寺的时候呢，那个有一些秘密的路，就是这个路就是沿着下去的话呢，一下子就到了尼泊尔，就是他们就没有护照的很多人都从那里过去了。有一次呢，就是那个丘布坎布和还有他们3个人，他们3个人就是越过这个边界呢，然后那个丘布坎布就是说是现在已经到了，就是转了冈德寺已经到了尼泊尔，然后他就开始唱金刚歌，就是说是什么无有畏惧的什么什么。这个时候呢，就边防军已经就是找到他了。他正在唱，因为他的声音特别大，就是原来去五台山的时候也是，他就念那个文殊菩萨的祈祷文和布玛摩扎的祈祷文，然后那个五台山的那个转拜塔的时候呢，就是从那边的三彩洞的那个地方都是听得到他的声音，就是他以前在学院我们这个什么，在这个。我们这个学院的坛城这边，就是坛城这边，就是他有时候有一次他在讲那个佛子行，就是那个康伯的个子也，他现在已经圆寂了，后来去美国圆寂了。然后他在那边讲那个佛子行的时候呢，我们从那个牟尼宝这上面的那个地方听的话呢，就清清楚楚的听得到他的声音。
所以他在那个钢带寺一转，就是然后转到边界的时候，他就开始就是声音也特别大，个子也特别大，坐在一个特别大的磐石上，然后一边就是讲无有畏惧的金刚歌，结果就是出来了，就是这些人，然后他们关了就是1-2个月，就是然后我们在印度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就跑过来了，然后就是他们讲自己路途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历史啊，就是他们怎么过来的，怎么唱金刚歌的。其实这个因解脱的话呢，实际上是它叫这个我们以前学过一些戒律吧，就是毗赖耶经当中专门有一个扎什，就是扎什这个律当中呢，就是它是这个火生尊者，就是火里面就是产生的，就是这个这个故事比较长，就是有没有时间啊？还有吗？啊？哇，那还没问题。啊，他是怎么讲的呢？是那个《毗赖耶经》当中有啊，就我可能不一定讲的很那个的，就是但是大概的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尊子他的这个生平是怎么样，佛陀时代是什么样的呢？就实际上是他是在这个王舍啊，就刚开始的时候，王舍城呢有一个就是长者啊，就是叫做是这个山县吧，就是山县啊，就是山县，他是一个裸体外道的这个施主，裸体外道的这个施主。后来就是他的这个妻子怀孕以后呢，就是当时这个释迦牟尼佛也是在路过那里的，然后呢，就是这个长者呢，就是他随便问了一下那个释迦牟尼佛，到底他能不能这个说得很准，就是然后问那个他说我这个妻子这个怀里的这个孩子呢，就是男的还是这个女的？那么长大以后呢，就是有什么样的对家庭就是有什么样的这种这个作用啊，就是等等，就是问了一些。但释迦牟尼佛呢，就是说你这个孩子呢，就是非常好的，就是他是个男孩儿，然后他就是有无量的这个光芒，就是应该说是对这个家人呢，就是有这个光耀，有这个争光的。还有呢，就是他有无比的这种财富的这种福报啊，就有福报。他出家以后呢，就是会这个获得阿罗汉果位，就是当时他就这样这个受戒啊，这个离开了。他离开了以后呢，后来那个这个长者呢，就是因为他本身都是信这个裸体外道的，就是他就问了一些这个裸体外道的这些这个就那些这个智者吧，就是那么这些智者呢，就是通过这个就是就是什么那个谱啊，就是那种这个他们一些像算命一样的，就是通过这个就卦什么大卦，就是算就那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他们通过一观察的时候呢，也是释迦牟尼佛，他们也是有一些时间的神通，就是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些呢，就是并没有错，就是他也发现就是他说的对的。但是如果他们说也是跟释迦牟尼佛说的一模一样的话，那就是害怕就是以后自己的威望就是有所降低。然后呢，就是他说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就是说为你们家里的孩子是个男孩，这一点呢是对的。但后面的这些部分呢，就是都是这个假的，就是这个孩子呢，就是生了以后呢，对家人都不利的，就是这个一大祸害，就不吉祥，就是然后你这个家里呢，就是一定会是发生这个祸灾，就是全部都会烧光的，就是这样这个说了以后呢，那个就是这个家人呢，就是特别的着急，就是然后呢，他就想办法，就是让这个妻子呢，就是吃一些堕胎的这个药，就是让他这个死掉，就是但是呢，就是没有死。后来呢，就是在佛经里面就是说是让他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做一些什么，相当于是这个推磨按摩一样的，就是把这个揉来揉去，就是让孩子弄死，但是也没有这个弄死。后来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呢，就是那个家人把这个妻子也是杀了，就是妻子杀了。妻子杀完了以后呢，就是他就觉得是那可能就是对自己没有什么这个祸害，就是然后就是弄到这个石头林去了。弄到石头林去的时候。当时呢，就佛陀也是知道了，就是一些这个因缘，就是他带着自己的众弟子一起，就是去那里。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裸体外道的这些人呢，就是兴高采烈，非常高兴，就是觉得是我们自己做的是已经成功了，就是可以呢，到时候就是羞辱这个世尊啊，就是他这个所说的以后什么所谓的这个出家多得阿罗汉果位啊，他母亲的死了，孩子也不可能有的，就是那么应该就是到时候呢，就应该就是说他。
非常欢喜。然后到了这个湿陀尼以后呢，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带着这个当时的这个好像那个阴间王吧，就是我们这个就是那个就是毗婆娑罗王，就是他就是带着就是一起去到这个狮头林的时候呢，当时这个什么山县的就是他的这个妻子的尸体呢，就是进行这个火化。进行火化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身体的所有的四肢就全部都已经这个烧完了。最后这个他的肚子呢，就是没有烧了，然后突然呢，就化开，就是破开。破开以后的话，变成一朵这个莲花。然后莲花当中呢，这个孩子呢，就是无有任何的这种这个就是损伤然后呢，就出现了，就非常这个奇迹般的，就是这个从清凉的莲花当中，从火海里面就出现了。出现了以后的话呢，那么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要求让别人呢就是捞出来，然后呢就是交给就是施主他自己。这个时候呢，施主他自己就不肯拿，就是因为原来就是他毕竟是一个裸体外道的，而且外道的本事呢就给他说是这个是不吉利的，对家人有害的。然后他就虽然是自己的亲生子，但是呢不愿意接受，就是他没有啃养。后来就佛陀呢，就是如果他不要的话呢，就是让这个就是阴间王就是他来这个抚养他。那么这个时候呢，国王就是问，就是这个孩子的名字就是叫什么然后佛陀呢就是说就是那么他可以因为火里面产生的，就是他母亲的已经死完了，火里面产生的就可以叫这个火神就是火神童子。那么后来呢，就是好像那个后来的话呢，就是渐渐的让这个国王就是一样的，就这个时候呢，他原来就是他母亲的这个哥哥吧，好像也就是说这个孩子的这个叔叔，就是叔叔还是舅舅是吧？应该是舅舅他呢就是听到了这个他的妹妹这个死讯之后呢，非常的这个不满呢，就是说就是因为这个山县呢就是已经死了自己的这个已经杀死了自己的这个妹妹，就是他说是如果你把这个从国王那里就是没有就是拉回来就你没有这个抚养的话，那就是我可以跟你就是说现在的话来讲是打官司吧，就是你有犯人罪。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山县呢，就是最后也是特别害怕，就没办法，就是问这个国王，就是把这个孩子要回来。这个时候呢，就是国王也是不敢，就是如果佛同意的话可以，如果佛没有同意的话呢，我也不敢给你。然后后来就问了这个佛陀的话呢，就是佛陀已经这个同意了。同意之后呢，就是山县他自己慢慢就是养大，就是最后他稍微长大之后的话呢，就是这个山县施主呢，就是自己已经这个死了。自己死了以后呢，好像那个就刚才那个毗婆娑罗王的这个儿子，就是也就是说维神元王。维神元王呢，就是说他就开始这个持政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刚才那个火神童子呢，他的这个福报他的这个家产呢，就是非常的这个日益这个增长，就是非常富裕。这个时候维神元王呢，就是对他产生极大的这个嫉妒心，就是要求呢，就是让他就是可不可以把他的这个财产的一部分呢，就给他然后呢，就是当时火神呢，就是本来对这个财物呢，就是没有很大的这个贪执，然后呢，再加上是他从那个他的就是他的这个怎么维神元王的父亲跟他的这个抚养呢也有一定的关系，这样的原因的话呢，那么就是他说是我这个不需要，就是不单是一半，就是我所有的这个财富呢，让维神元王你可以这个就让这个你来就是掌管，就是让我呢就是什么都不要，就让他像乞丐一样。后来那个火神童子呢，他自己的福报显现，就是在别的地方呢，就是又可以从零开始，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家就是从零开始，然后在外面就是做自己的事业，已经成功了就是做事业这个成功。后来呢，这个维神元王呢，就是他这个没有福报，就是后来越来越变穷了。然后那个火神童子呢，就是他越来越富裕了。在那个时候呢，维神元王又再度的这个产生嫉妒心，但是这个时候他亲自就是没办法要他的财产，然后呢就开始派一些人，就是相当于是就是抢吐就各种方法。这个时候呢，火神童子本身也是对财物就是没有很大的这个贪执，同时呢，他也感觉到这个维神元王这个人呢，他对自己的父亲的是有这个杀害的这种恶性，更何况说是对他呢，就是为了这个财产的话呢，就是肯定会有各种就是不好的这个
新闻和这个大选。那么这样以后呢，他把这个所有的这种财产呢，就是都放弃。同时也他想起来，就是他在这个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就是佛陀呢，就是对他书记过，就是将来出家和这个得阿罗汉的这个缘分。然后呢，就是到这个佛陀那里去出家啊，就是然后精进修持之后呢，就是获得这个阿罗汉果位啊，就是获得阿罗汉果位。然后获得阿罗汉果位的时候呢，就是当时身边的很多的比丘啊，就问那个说是这个火神童子呢。以什么样的因缘呢？就是他就母胎当中都是没有死，就是祸里面就是产生的。以什么样的因缘呢？他福报就是那么大。以什么样的因缘呢？就是他后来就获得了这个阿罗汉果位。然后当时这个佛陀呢，就是说是以前在这个毗婆尸佛的时候呢，有一个长者和还有一个国王呢，就是开始为了就是供养这个佛陀的这个因供啊，就是供占呢，就开始互相这个争论。互相争论的时候呢，当时这个施主已经赢了，然后国王呢就是输了。国王输了的时候呢，就是国王心里面不服，然后呢，他下命令，就是所有的这个国家的这些人呢，就是不能就是把这个木材就是让这个禁止木材，就是他就害怕如果禁止木材的话呢，没办法扫货，就是所以因为可能他这个公平方面没办法就是控制，只有把这个下命令，就是所有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木材呢就是禁止啊，就禁止。在这个时候呢，那个长者呢，他很有福报，就是他其实其他的木材已经禁止了，但是他家里有特别珍贵的一些檀香，就是然后他用这个檀香来就开始这个做饭啊，就是做饭，就是然后他随便呢也是这样了，就是这个国王呢就是他说是虽然就是禁止这个所有的木材，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我家里的是有这个很多的木材，就是我可以把国王和国王的母亲都可以杀掉，就是可以把它烧坏，就是可以把它就是焚烧的就没有问题，就是他一边可能就像我们世间人也经常也会说这样吧，就是把这个什么你和你的母亲，我把它全部弄死啊、杀死啊，就等等，他说了这个恶语，同时呢，就是对佛陀就是做了这样的这个供养，用檀香这个木这个烧的这个食物来就是进行供养。那么供养的时候呢，就是佛陀也是非常欢喜，因为檀香木烧的那个就是这个食物啊，就是特别好吃。我们方便的是用煤烧的还是？我最近看了一下，我们发现人员很多的这些餐厅呢，就是去观察，就是还算是可以的，大多数的比较卫生啊，就是应该是就虽然不是檀香木烧的，就是应该是他们用什么这个是用煤炭啊，用什么那个煤气是吧？喷儿就是那个。然后那个当时就是佛陀呢，就是非常欢喜。然后当时佛陀发愿呢，就是那个人呢，就是发愿，就是我以这样的这种供养呢，就是生生世世这个财富圆满，就是最后获得阿罗汉果位。但是因为这个福报呢，就是今生当中就是财富就是入世的这个圆满，就是在火里面也是不会这个烧死，就是。但是因为当时呢，就是他恶口就是骂人，就是说这个国王和国王的这个母亲就是要用火来就是燃烧，就是因为这个。恶报呢，就是在自己500世当中，都是他和他的母亲呢，就是被这个火就是遭到这个焚烧，就是所以说现在是这个好像最后一茬是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一讲到这个因果啊，就是白衣经和以前的释迦牟尼佛广传的时候呢，我们每次都是讲一些这些因果的故事以后呢，自己还是不管是说话也好，做事情呢，就是非常有这种警惕感，就是有这样的。所以这个阿罗汉的这个生平呢，就阿罗汉的这个生平呢，也是这样的。就后来就是佛陀涅槃之后的话呢，就是他就居住在这个冈地塞。当然，冈地塞呢有其他的一些资料里面就是什么这个光雷山呐，就是有不同的这个说法。但这些呢都不要紧的，就是因为这些尊者呢就是有无边的这个神通和这个力量。那么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就是祈祷，就是这位这个因解多尊者就火神尊者。那么就是他呢，就是现在也是在这个冈地塞。就是有无数的这种这个眷属啊，就是主要的阿罗汉是有这样的，然后就是不是这个阿罗汉的，或者说是以其他阿罗汉的，原来是有这么多阿罗汉的话，现在可能阿罗汉还要就是就像我们学院一样，就几十年前就是人多少，现在有人更多了，就是所以阿罗汉也许现在更多的不知道，
不管怎么样，祈祷这些阿罗汉呢，释放这个所有的这些上师们呢，就是长久住世，让这个对这个唯一就是利益众生的这个佛法甘露呢，就是遍地就是这个心生，就是我们不是口头上，就是从发自内心的，就是经常自己默默的意念，尤其是我们去了一些一些，比如说圣地啊，就是或者说是一些开大法会啊，就在这个时候自己也就是内心当中直接这样发愿的话，那这个功德是这个无量无边的，好吧？